一陣無你講嘅安步，一陣無屁講嘅你講去前，一陣無你講嘅你講殺肚肚，一陣無腐蝕嘅下講。下面一位，一陣無你講嘅安步，一陣無屁講嘅你講殺肚肚，一陣啊，太難了，我去煮菜好味啦。不是，師母不要走啊，我們不是還要視訊嗎？然後外面也會丟煙霧彈進來，然後我第一次覺得自己的生命好像受到威脅一樣，槍林彈雨的感覺。讓我自己煮菜的話，很可能把房子都燒掉。第一次看到這麼豐盛的肉骨茶，好好吃哦！這裡是馬來西亞嗎？歡迎收看平安來注意傳，大家好，我係阿麗。嘅老古人言講啊，敢問就有故，敢想就有夫。也意思就是講，係願意打拼吼，就天窗有成功嘅機會。原本嘅我有請嘅一位後生人啊，佢就有安樣嘅體質咯，一下交了聯絡佢。嘿，師母。嘿，明翰。呀，一包嘅都不看佢做乜嘅？我們最近哦，幾個相聲演員有一起做直播，有關相聲的直播，因為對我覺得這種事情哦，落攤臉哦，洶湧啦。你一天不跟你的粉絲聯絡，一天不跟你的女朋友聯絡，那女朋友很可能就跑走。係啊，所以我們要一直做直播。然後我們在沒有直播的時候呢，我就是守在臉書看師母做菜的直播，那太滿足了。我暗自說哦，跟我沒有時間的時間，沒有去看人嘅直播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一定邀請師母來。不過我記得一部嘅本來係有現場嘅演出，錯冇？啊呀，冇辦法演了咩？對，我們這場演出哦，原本剛推出來的時候觀眾不多，大概只有12個觀眾，結果演到今年哦，我們就是一直行銷，然後一直把我們的節目更新，每一場演出差不多都有100-200人呢，然後5、6、7月的觀眾原本票房也很好哎，結果沒了。全部取消了，買200張哦。對，差不多有到200張，100到200張這樣子。唔按樣會變到202張。為什麼？市民老師會看啊，按樣哎呦，太好了，謝謝謝謝。我還記得之前我去香港請嘅時間，我看就是有食嘅肉骨茶麵。有冇？對，因為我很喜歡吃，然後我家人會寄給我。原本應該就香港做嘅，它真實嘅肉骨茶本是看啊。哦，就是比較不是泡麵版的，是真實版的這種。哎，太期待了，太期待了。亞出菜係馬來西亞嘅特產，哦，嘅新加坡嘅特產。我還沒有吃過正統的，沒有吃過。古時候佢邊個做本看啊？哦，太期待了，太期待了。你in大水骨。哎，好。好。然後呀就是肉骨茶包。哦，原來長這樣子哦。也係到馬來西亞買上來嘅。哦，是啊，這麼珍貴。也有2包咧，放進去，放到水底度先俾煮滾來。所以師母，這個新加坡跟馬來西亞的這個肉骨茶是有，他們之間有區別的嗎？還是差不多的？哦，有2種嘅口味，一種嘅係較無色嘅、較沉嘅，就有當到嘅中藥材。口味又較重。另外一種嘅就係全部就係腐酒粉嘅，較辣嘅。哦。2種口味，全部就很多肉骨茶。給我準備下排骨。我光看這個肉，我就肚子有點餓了。要通過啦，一下來放到呀水底度哈。跟呀開始來切皮料。香港敢有賣肉骨茶麵的泡麵？沒有，我在香港的肉骨茶泡麵哦，都是我們家人從台灣寄過來的。因為那時候香港是社會動盪嘛，所以那個時候我在香港剛好是在讀大學。然後呢，那個時候已經停課了，外面已經每一天都槍林彈雨，然後那個公共設施啊全部被摧毀。那個時候我常常早上起來是聞着那個煙幕彈的味道起來的，因為那時候我們宿舍已經變成一個學生的抗議中心了。
然后学生会往外面丢自制的就是炸弹啊什么的，然后外面也会丢烟雾弹进来，然后我常常早上就闻着那个很臭的味道，我差点以为我回不来台湾呢，真的。哇，听起来好真实哦，感觉那种枪林弹雨的感觉。真的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受到威胁一样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家人就知道我有这个情况，就寄了很多台湾的干粮来，其中最多的就是肉骨茶面这样子。鼓手唔给报给董辛苦哈，全部就咩嘿，当夜就都宿舍底度，对，没冇办法出来。我现在要来切这个，我在那个泡面里面看到那个画面上面包装上面的那个胡萝卜啊、玉米都很丰富，结果打开全部都是粉，第一次看到这么丰盛的肉骨茶。我喊了压下了切，有嘛？它的目的放下去的目的是为了去腥吗？还是？嘿呀，哎呦，阿勇会煮菜哦，有煮都不开有煮菜哦。有，我是嘴上还能说，那主要是天天看这个师母的直播也学了一点，这样子。啊，有的会用啦哈。让我自己煮菜的话，很可能把房子都烧掉了。对。跟安用啊，豆腐卡啊，哦，除了直播啊，跟有连心雅个段子嘛。有就是因为疫情的这个时候哦，刚好闲下来，那我一直有很多东西想要创作，刚好有时间哦，慢慢把自己想写的东西条列下来。就亚洲团体是爱笑斯坦，错吗？对。哦，底度有多少人啊？我们的团员总共大概有5、6位这样子，这一群年轻人大概都是十几到20岁，对。哦。当然，如果有资深演员愿意加入，然后拿比较少的薪水的话，我们也是很欢迎。啊？你在跟谁视讯？我跟明翰啊。哎呀，他们现在不是有一个爱笑斯坦我看那个剧看到明翰，明翰，拜见世明老师。你干嘛？你不要退后好几步就啊！你要立正啊，怎么下跪？他为什么看到你他就上床了？我对我师父都没这样。你怎么变瘦了？因为其实在家，我现在就是趁这个机会减肥，对。减肥啊！我怎么听说你是什么好像失恋了？啊？失恋也是减肥的一种方法啦。失恋也要练功啊？你有没有练功啊？有。来试一下，我看看。那我就带来一个玲珑塔好了。霎时间呐，只刮得心散坑平，冰化松倒，鹰飞僧走，金幡灯灭，丁调宫风，这么一段绕口令。大概是这样子。有啊，还真的有练习哦。还可以吧？好，还可以，好好练功哈。好，那我去忙哈。好，老师拜拜。你太客气了，你刚才应该要叫老师说，那你也来一段这样。我怎么敢？我在等师母 Q 啦。我也不敢。来呀，冰香菇。香菇。个继续去煮，一排骨煮20分钟，20分钟过后，我将老鸭所有的青菜放入去，过煮20分钟，故所鸭出菜总共要煮40分钟，这样吃来的。动工 Q 哦，给一天爱的啊，煮好过后呢，我将送过一杯5鲜鱼毛蟹。好，谢谢师母。有点期待哦，现在要去拿雅丽师母帮我做的正统肉骨茶面，在这里，当当当当。
收到了，好丰盛哦！我现在当着大家的面，我现在来吃一口啦。好。吃一口肉。这可能有老爷都香港说的个肉骨茶面同样的米线嘛。这里是马来西亚吗？阿巴卡巴，德拉马卡西，好好吃哦！吃到这个哦，我就觉得现在台湾的生活比在香港的时候好太多了。而且我现在有一个启发，就是觉得说，好像现在这个疫情哦，是老天爷在强迫我休息，给我一个机会休息。因为我香港转来过后是一篇走胜利。然后一篇表演打追菇，那这样子蜡烛两头烧，其实我原本是很累的，有机会好好休息，做一点运动，然后最重要的是沉淀，跟自己对话，听一听自己心里面最想要的是什么，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童装，是不是喜欢相声？如果还喜欢的话，要继续坚持走下去。那创作的方面呢？因为通过跟自己的对话，就有更多的灵感，听到了自己的声音，所以最近我也开始慢慢的写一些相声的剧本。哇，很赞哦，懂好，嘿啦，希望啦哈，就讲不管那过去的都香港那个不好的记忆啊哈，就随着你那个原来的肉骨茶泡面的味道哈，就留在香港。希望讲爱情朋友本的呀，新的肉骨茶跟米线有新的希望。好，绝对有新的希望，太有希望了。好，谢谢师母。好，就今天就到这边啊哈，保持联络，好不好？OK， 拜拜。拜拜。林汉是一个当优秀的相声演员，假使唔对对佢有兴趣啊，做得去关注佢嘅面书哦。下一度，我哋要請哪位來賓來共下來主催咧，搶收看我哋嘅節目。這邊給大家寫了一個關於肉骨茶的數來寶，送給大家。肉骨茶阵阵香，陪我度过好多时光。2年前在香港，社会不稳很重大。2年后回了家乡 ，COVID-19 正沸扬。我的相声没得奖，事业不能创。疫情前我是熬夜工作把身伤，疫情后我调整作息来休养，用心陪伴爹和娘，劝诸位不要急，不要慌。等待着疫情过后，共同奔向好时光。嘿嘿，有了这个茶包之后以后我就不怕肚子饿了啦。爸爸，雅丽师母这个茶包很好，以后你就可以煮给我吃了啦。应该是你煮给我吃吧？这什么爸爸？开玩笑的，我还是叫雅丽师母煮给我吃好了啦。